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件？头先报互您知影。台中市兴中街有一栋旧饭店，改做是套房，虽然昨下晡发生火灾，造成6死6伤。目前警方找到放火嫌疑犯，地检署也等来侦办。除了方面限电集团影响，今仔日家己以北拢在落雨，气象局也提醒民众，今日暗时愈暗愈冷，明仔载恐惊会出现10度低温。乌克兰批评罗西亚无照约束，互一般民众行人道走廊离开，所以再受到攻击，而且也讲罗西亚已经准备好势，也要拍因的首都基辅。伫咧台中市兴中街有一栋旧饭店，改改了后，却是变做套房来睡人。昨下晡4点外时阵，虽然发生火灾，一直到暗时10点，才甲这个大火拍花。这场火灾造成6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目前警方是有抓到一个放火嫌疑犯，台中地检署也正咧侦办当中。警方甲涉嫌放火这个姓陈查甫人押转去地检署，伊就是造成台中市兴中街火的嫌犯。警方经过20点钟的追查，甲这个住伫8楼40多岁姓陈查甫人抓到。这个查甫人承认讲，伊的放火是因为甲姓郑的厝主有纠纷。房东的这个催他的这一个房租，以及要他再迁到他的地方去，其他地方去，而造成他的这一个不满。检方去殡仪馆甲罹难者相验，嘛通知姓郑的厝主到现场讯问。这个姓郑的厝主就捌讲，会发生火灾是因为有人放火，村内就无愿意加讲。放火的人笑的啦，真正有放火吗？台中市兴中街这间旧饭店改装做套房来租人，车老板嘛4点外传出大火，消防人员随出动拍火，也搁用分推车救人。暗时10点甲火拍花，不过也是造成6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火调监测人员初7登去火场搜证。附近的住户表示，这个姓郑的厝主甲回收的物件，拢顶伫楼梯甲巷路，是造成伤亡严重的主要原因。7楼也是满满的啊，他1楼里面也是满满的啊，巷子也是满满的啊，安尼啊，伊个就家己袂当行啊。当地民众表示，每个月环保局拢会来强制清除2届，上晚的一届是伫咧初4。不过了后，厝主各用回收的物件，甲巷路是顶甲袂得过，也搁甲环保局提告。环保局最近这2年嘛采取24件，有11件以上强制执行。不过这个厝主要是发物件，除了这电的物件，消防局表示，烟弹效应嘛是造成伤亡严重的原因。我们会往屋顶平台嘛，然后把它打开，然后做散热的动作。那这个动作我们也没办法做。消防局经过清查，41间隔间的套房，有11间已经租出去。有12个人住伫内底，火下时阵包括其他的住户，有29个人走出来。台中市府表示，这栋大楼伫2019年进前是做旅馆伫的使用，接着会甲图调出来确认违规使用的情形，嘛已经启动安置的机制。目前已经登记的有40个人，27个人已经完成安置。记者综合报道。昨台中市兴中街，这个造成一场大火，来有6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这也显示讲，这楼梯头囤规堆物件，会引起公共安全问题。台中市环保局表示，有一寡所在是强制入管的，而且强制会甲因清除。那既然讲到这强制清除的部分，就是因违反着公共卫生。不过，医生也认为讲，一直囤物件，一直囤，这是一种心理的疾病。那出有必要，也是爱去互医生看。伫房价相款，这间透天厝，十面是蹲甲满，用要无空间。厝主甚至用锁甲布棚将物件勉强固定掉咧。不过大边的厝边表示，常常发生物件落落去的情形，佮烦恼引起火灾，互伊拖累。危险性一定有啊，因为像前阵子就有大理石掉下来。人家是说抽烟自然就淹死啊什么。住伫边的阿嬷真无奈，因为大边的人也真侪摆向环保局检举，环保人员也到场稽查，甲人针对占用公共空间的部分，成大告示，要求所有人家己清除。根据台中市环保局统计，为109年度甲即马列管173个所在强制清除公共区域211摆，依照废清法开发了后，对种列管，毋过私人空间若无影响到公共卫生，都免强制清除。原则上，如果是在私人领域又没有去影响到公共卫生，这个部分确实是比较难去做相关的一个清除作业。去年10月，台中市美川路二段一个徛街火警，也是因为回收物引起火势，造成厝主太太不治。精神科医师表示，这竟是蹲不平的症状。
去理解这个囤物癖，都还是要去看他背后的焦虑。那个焦虑有可能焦虑到有点这个失去现实感，就他可能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然后但是他就一直要把那些东西这样子囤起来。医师表示，囤物癖患者对未来有焦虑，产生惊吓超现实感，也一直发生。除了用药物治疗以外，家属甲亲友的陪伴减轻焦虑，这互症状长好。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是高雄强庙旅游团传出去的个案。根据调查发现，讲这个强庙旅游团的感染源是对新北市设计师来的。目前咱国内也未找到感染源的传播链，也有3条。也因为咱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注疫苗意愿也开始伫咧降落。指挥中心宣布讲，对3月70开始，这65岁以上也未注过疫苗民众，若准去注射，会当摕到价值500块的。卫教品，另外高雄市会阁再分礼券200块。环保人员伫大街小巷详细清消，因为台南市阁增加2名本土病例，同款是高雄强庙旅游团群聚个案。啊，不过上新的病毒基因定序甲疫调发现，高雄强庙旅游团甲新北设计师群聚的基因定序同款，染疫团员捌甲新北设计师相关个案有接触，所以研判规个强庙群聚感染源就是新北设计师。另外，台北一间加强版多管染疫的护理师，捌协助采检境外移入1998例。而且2人定序同款，研判护理师可能是烫装备的时阵染疫。之前确诊的台中验准师，捌伫未了去船顶开会，甲船顶确诊者有短暂接触，研判可能互船员感染的可能性较悬。这目前国内感染源不明传播链只存3条。设计师又跟这个游览车的这一条可以并在一起，那所以目前剩下3条待厘清哈。另外2条的话就是米梨幼儿园的这一条，以及这个新北的涮涮国群聚。因为本土疫情转好，较无人要注疫苗，指挥中心宣布为3月70到4月70提供65岁以上还未注疫苗民众500块以下卫教品，高雄市阁增加200块礼券。因为国内65岁以上第3期疫苗注射率只有50%成，专家用附近的香港为例，无注疫苗的老大人染疫了后，死亡率比完全注疫苗的老大人较悬。没有接种疫苗而死亡的这些个案，它的这个百分比的死亡率是8.19，所以呢，2个之间的差异的倍数中有接种完整疫苗跟没有接种完整疫苗，那它是差到6.5倍。民众较无注疫苗意愿，外界烦恼会有大量疫苗过期报销。指挥中心表示，莫德纳有用库存150几万剂 ，AZ 加高端插度250万剂 ，BNT 有71万外剂，只有 AZ 可能做未完。那其他国家提出需求，也愿意提供疫苗外交。高端没有到目前来讲，短期内没有大量需要销毁的可能啦。那当然国外有需要，那我们也可以先提供给他们。伊强调，台湾边境为3月7日开始未解封，那1个月内国内疫情稳定，疫病的人伫自主健康管理检测回报率甲尊重度悬，老大人疫苗注射率提悬，无排除会阁开放国门，检疫天数会阁减少。记者综合报道。也是提醒到咱的观众朋友，虽然咱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不过外国疫情有关是真严重。若阵还未注疫苗的民众，赶紧爱去做哦。指挥中心宣布讲，咱国内国际机场的防疫车队对即马开始会当载一般旅客啊。若阵载过这入境的旅客了后，规台车进行大消毒，而且通风有一个半点钟以上呢，就会当来载一般旅客啊。前防护衣的计程车司机挂手套，将车内车外详细消毒。指挥中心宣布调整机场防疫车队管理措施，7开始维持本来的防疫以外，佫包括车内加装隔板，驾驶穿完整的防护装备，至少做2剂疫苗，每礼拜PCR。伫载入境的旅客落车了后，完成车辆的消毒，通风放30分以上，就会当佫载一般的旅客。就是在那边盯着他们回来，一定就消毒。我一定会派干部在这边盯着。早上7点就有人进来，你要来消毒，清消以后才能领防护衣。也就是机场防疫车队7日8日开始，未阁有中央逐工一车3500的专案补助，司机原来当载其他人客，若是安怎都是防疫，由机场防疫车队自主管理。到车队干部私底下讲，虽然要求车辆回停了后，由干部来确认消毒完成，并发放相关的证明，不过嘛烦恼放停了后，无法度一个一个追踪个别司机的载客情形。应该还是会介意吧。
对，因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保障。对，因为通风它可能要给一个研究证实说，通风的话是不会造成有什么病毒影响这样子。如果这些程序都是符合，就是有专家评估过，觉得染疫风险很低的话，我会愿意达成。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就是完整的数据的，就是解释说这样的程序是有用的。很大一部分的，是会在落地采的时候，就已经是把它隔离开了。那所以去坐计程车的都是吐完深喉唾液之后去的。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入境坐防疫计程车的旅客拢是做过拿后的喙瘾检测，平均一礼拜有12个人确诊，比春节前后回国高峰的时阵有病毒比例降低真侪，所以经过适当的消毒，风险降低，就会当开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早起出门啊，这雨水是细来又搁真寒，是因为这受到方便家冷气团的影响，今仔日家己以北拢伫咧落雨。气象局也要提醒民众讲，这愈暗时愈冷。虽然讲明仔载会出现到日头，不过这温度可能是真低，台南以北有可能出现10度低温，出门就要穿较少咧。旅客一路车幕后赶紧夹入车头，方便接近。阁有冷气团报道，家己以北转做有雨的无稳定天气，全台降温才有感觉。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提醒台南以北甲宜兰等15县市，初七拜一暗时到初八拜二透早，上低温度有机会到10度以下。温度的话，一路下降到今天晚上到最低，到明天清晨的话，大概温度达到最低的程度。预计北部、东北部在明天清晨的低温大概12到13度左右，中南部的低温大概12到14度，花东的低温大概15度左右。气象局分析，若低温甲水汽条件符合，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拢有机会落雪。这波方面，较侪雨势有希望伫拜一暗时转伏，伫拜二开始转做大冷的天气形态。暗过受辐射冷却影响，透早气温依然是较低。即个冷空气的影响差不多到3月初9，咱日时的温度就开始略略悬起来吼，所以咱差不多3月初10到3月14，即几天啊天气算讲真稳定哦，这雨水嘛拢无。专家综合各国有报模式显示，拜三开始全台温度会回。会有连续10天稳定的天气形态，暂时无冷空气入南，民众应把握好天气，规划周末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罗西亚拍乌克兰的影响，台股伫今仔日收盘达557点。财政部长苏建宁强调，咱台湾的经济是真稳健的，出口也真旺。今仔日上市规总成交达有5200多亿，这代表咱台湾的动能承接的力头还佫伫咧。也强调讲，这国安基金随时拢会注意股市变化。半面光片青顺顺，受到国际股市大力的影响。台股惊吓性卖压出现，初七以落154点，17581点开出了后，大个幅度扩大到超过350点，卖压还是持续出现。保中上价有到17135点，大落超过600点，一个手落破半年线甲年线，中场收伫17178点，大落557.83点，成交金额是4567亿8300万。外资今天的卖超超过了800亿台币，外资的卖出只强调一点：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所以外资不是在管台股现在的基本面、殖利率，他不管这个，他就是觉得有地缘性的风险。在八大类股的方面，除了钢铁类股在金属计价影响之下有起以外，其他拢是落价情形。其中台积电落19块，是576块，大个幅度是3.19%，过一天市值就减4927亿。除了台股，港股恒生指数8日嘛是大落847.66点，创下超过5年收盘新低。日经指数收盘嘛大落2.94%。财政部长苏建宁表示，亚洲股市拢落3%至4%，这是国际上普遍的现象，主要是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也若初一台股落个幅度是最近较大的。今天虽然跌了500多点，上市的成交量达到4600多亿，那么上柜也达到600多亿，总成交量达到5200多亿。虽然是跌500多点，但是它的动能还是在的啊，承接的力量还是在。事实上，台股今年已经有3届落个幅度超过300点，包括1月21落318.98点，2月24落461.18点，
还有3月初7大约557.83点。苏建荣表示，国内经济稳定，基本面正好。2月份出口的结果就伫要公布，按算嘛是正成长。虽然有国际上无稳定的因素，不过国安基金会密切关注，必要的时阵会召开临时会议，做出稳定市场的必要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战火无情，这罗西亚拍乌克兰到今已经是第12天啊，包含基辅附近的伊尔平，还有第2大城哈尔科夫，拢会当听到这炸弹爆炸的声音。乌克兰的官员表示讲，这罗西亚的军队当咧准备要攻打因的首都基辅啊。另外，伫因南部的港都马里坡，要开一条这个人道的走廊，要互民众去逃生。想袂到伫初5、6月的时阵，却去互罗西亚的军队攻击。这个市长也批评罗西亚讲，这协议全部拢是共变。乌克兰首都基辅西边1公里外的斯托扬卡一个货物仓库车落互俄军炮火拍着。迄一天，真济大都市拢遭无猛烈攻势。第2大城哈尔科夫这体育馆楼板拢被炸穿，附近建筑拢用被炸了。离基辅12公里的伊尔平，人员撤离途中跑到了地城附近。虽然伊尔平一个囡仔在台有3人死伫炮火当中，老人、囡仔、妇人人拢收拾简单的行李，带宠物伫乌克兰军队协助之下离开家园，心内真不安。战事一直升悬，撤离老百姓行动爱赶紧，暗过初5、初62天，被围的南部港市马里坡人道走廊准备疏散40万受困居民的行动，拢因为乌军短暂停火，够真紧恢复强势关起来，2摆选举失败。准备接受难民的东部都市扎波罗热但无人。马里坡市长博伊琴科比伫临时地下总部用无稳定电力甲网络坐定指挥，批评俄方讲别差继续领回攻击。Если в первые дни войны жертвы измерялись десятками, то сегодня они измеряются уже сотнями, а, наверное, после 2 суток они будут измеряться,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ысячами. Они даже не дают нам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дсчитать всех раненых и убитых, потому что уже 6-е сутки подряд не прекращается огонь. 俄国媒体指出，俄军应法国总统马克宏要求，台湾时间7下晡3点，搁一摆停火，自基辅、马里坡、哈尔科夫、苏维等都市开人道走廊，予老百姓撤离。乌克兰国防官员警告，俄罗斯正咧集合战车甲机动步兵部队向伊尔平，准备对基辅全面进攻。佮继续为北平被俄罗斯经由切诺比禁区向部队补给人员油料，集中军力包围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苏美加南部都市尼古拉耶夫，美国官员透露，也咧招募卡会晓都市战斗叙利亚民兵，用1个月200到300美金的薪水去乌克兰做佣兵，拍算用吉的加罗航线夺出乌克兰主要都市。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火是无停过，在这个时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登咧欧洲6国协调救援乌克兰的事项，而且对这寡国家强调美国会保护因的安全。布林肯也提出要禁止罗西亚石油进口的制裁措施。想袂到这消息一出来，国际油价计数就冲到这13年来上界悬的计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段拢总6天的欧洲行程，包含比利时、波兰、摩尔多瓦，也加波罗的海3小国。伊伫初6到立陶宛继续依据各界对乌克兰支持的工作。布林肯即天伫摩尔多瓦访问的时阵，捌伫北约成员国波兰安怎提供战机予非成员国乌克兰这件代志，表示当地积极研究，同时也伫考虑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也加将俄罗斯的军队入侵定义做是战争的行为。You've seen the response that we've helped to mobilize around the world to Russia'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Whenever and wherever that aggression might appear, we will do the same thing.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初5伫乌克兰甲波兰边界，甲布林肯会晤了后，对外说明，俄罗斯的石油闻起来有乌克兰人的血味，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抵制。At that meeting, I outlined the next steps we insist on. They include, among others, banning Russian Sberbank from SWIFT, closing European ports for Russian ships, closing access of Russia to cryptocurrency, and stopping purchases of Russian oil.
美国人是上大的石油消费国。2021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每个月为俄罗斯进口超过2040万桶原油，占液态燃料进口量的100%。制裁俄罗斯石油这个消息一个公布，国际油价就冲到13年来最高点。欧盟甲德国到即马对这个代志也是反对的立场。另外一方面，英国首相强森办公室宣布，在进前2亿9千万美金的援助金以外，美国追加帮助乌克兰1亿美金的现金，协助执政当局维持在战争的时阵正常运作。这笔钱会用在社会福利、退休金也甲公务人员薪水这方面。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根据着联合国的统计，讲这乌克兰有超过150万人走去附近的国家，真侪人是规家伙仔带带的去逃命，其中100多万人先走去隔壁的波兰，再搁走至欧洲的其他国家去。伫波兰南部的第2大城克拉科夫，逐工就要到1000名的难民，需要别人家斗3工。目前甲当地政府合作的旅馆也已经全部客满了。讲到战争爆发，2月24暗时，拉里莎阿哥心惊惊，朋友因兜才有地下食堂米，米规礼拜，逐工拢有4、5解庆生。无偌久前才逃去波兰，两家伙仔原本拢住伫乌克兰东北部第2大城卡尔科夫，国向北就是邻国俄罗斯，是乌克兰2月遭受侵略时阵上大声互人攻击的城市之一。讲到伤心的代志，访问被迫中断。尾仔伊的阿公煞落讲，离开故乡的时阵，目睭所看城市规拢毁掉，一生的心血，互战争无情剥夺，亲像即家伙仔人共款的难民，客满规个车站。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乌克兰已经超过150万人逃去邻国，其中100多万人会大先经过波兰。车站内新增加袂少乌克兰语的标示，也提供免费的烧汤。因为3月初的温度拢伫0度左右，人绝对袂堪伫路边过暝。敢若克拉科夫一天内都有将近上千个难民需要临时安置。现场会当看到袂少家庭，有老的有囡仔，敢若欠18至60岁男性。当然是因为去战争早无看人，有一寡人无愿意翕照，讲好做逃难的状况无好。无愿意伫镜头前讲囡仔爸爸阿留伫首都基辅战争，这大阵囡仔上侪会早10岁，米几落天的地下室，又搁连续逃难800多公里。未来因要继续往西欧的方向过去，伫乱世也想要来找找和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3月初3，咱全台湾当日失电，经济部含台电的检讨报告，今仔日会交予行政院。根据上届新的消息是，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允准台电的董事长杨伟虎甲总经理张炳利请示落台。另外，也指派经济部的政务处长詹文生来代理台电的董事长。也若经济部长王美花、苏贞昌是交代伊6个月内就要加强监督台电，也就要提出着加强电网建设的完整计划。高雄兴达电厂初3因为人为的疏失，造成全台湾大停电，影响549万户。经济部甲台电相关检讨的报告，按算初7会送交行政院。今天经济部应该会交出报告，那我整天都在外面，但我一定会连夜把它处置。事实上，8大工商团体则伫顶礼拜甲总统蔡英文会面，提出产业的建议。迄当阵，总统挂保证讲，台湾会当维持稳定供电。想袂到3月初3煞大停电，时间是几啊10点钟，互产业界对未来供电稳定的问题是真烦恼。全国工业总会会伫6个月内
向政府提出能源政策的建言书，希望政府会当严肃而且坦白来面对国内能源政策的问题。大量台商回流，就增加了我们对能源的需求。那能源供应方面，基本上还是赶不上啊，这是我们忧心的。怎么样让我们的能源供应能够多元化，也不只是核电，包括氢能源的发展，这样的话才能够化解我们的危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早起嘛召开记者会，要求蔡政府承认能源政策错误，电钱拍者不是补偿，应该提出真正会当解决的方案，而且追究3月初3大停电的政治责任。停电的规模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显示这不是个别的事件。3月3号，全国性的跳电，初估损失超过100亿。这个部分，国民党团重申，台电必须全额补偿。国民党立院党团认为讲，一个南部的电厂故障，就会当互全国大停电，互人是唔知要安怎，因为这会影响台湾的经济，唔是换一个台电的董事长或者是总经理就会当解决一切。呼吁政府爱先甲欠电的设备甲电网处理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咱拢期待医护人员着爱以者互不心，不过咱也着爱关心着医护人员受人欺负的情形。伫淡水马街病院，初6下晡有一个癌症患者，伊手摕着细项的医疗工具去攻击一个当咧巡病房的护理师，造成这位护理师身躯受伤，伊的枕头啊呢是骨质麻痹。目前这个病人也去向依照着医疗法甲伤害罪移送法办。民众伫病院门口排队准备接受医护人员医师服务，只不过伫网络顶又搁传出有患者拍护理师的暴力事件。初6下晡，淡水马街病院病房有一个姓施的护理师巡房去视察癌症患者的病房，结果患者好亲像出现错乱，认为护理师要甲害，所以就摕指挥叶仔顶攻击护理师，致使护理师的头、身躯一寡所在受伤，正手指头骨折。他的这个食指跟中指呢？是被打到变形哦，他因为他又有掐他，那几乎没有办法呼吸，他还是一样要置人于死地的这样的一个往死里打的状况，真的很过分。觉得这不是所谓的伤害而已，我真的觉得根本就是预谋杀人。轰拍的护理师身躯真侪所在受伤，送去急救，院方也立刻报警。不过，这个拍人的患者，佮互其他人反映讲态度不好。这个病人呢，发生之后还跟其他的护理师说，他有精神疾病，是可以减轻他的刑责。医院他是要负起这样的预防保护责任，他是有开罚的，那就应该主动的直接告诉这些医院雇主，他们会被开罚。医护人员互人攻击，毋是头一届。去年5月，香河病院就发生新冠肺炎的确诊者摕物件攻击护理师的案件，结果即马又搁出现类似的情形。护理师工会认为，医疗机构袂使有大肆化小的心理，相关单位也应该加重处罚的处理。针对有医院的护理人员遭受到暴力对待，这已经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新北市政府给予严厉的谴责。同时，针对后续检警也将进一步追究相关的民事、刑事责任。卫生局是讲，这个患者好亲像精神错乱、情绪无稳定，才攻击护理师，后续会请检警追究民事、刑事责任，同时会强化病院甲医护安全。马街病院也回应，这个护理师即马接受手术治疗，长期休困，后续会配合检调调查，也呼吁民众尊重医疗专业。若是拄到暴力行为，无排除积极进行法律程序，维护当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有一个查甫民众，2年前伊甲轿车插伫路边，佮双边停呢，却害后壁一个查甫民众骑奥多摆，为着要闪这台轿车，却互另外一台车当场弄死。不过，这个驶轿车的民众认为讲，这站车号甲伊是无牵连的，就安尼生车驶了就离开啊，就要去向依照着调书盗逸过失致死等罪嫌该判刑。民众不服上诉，不过法官认定讲，这车号是甲轿车停双排有牵连，驶车的民众也是有责任的。白色休旅车并排停伫慢车道，后边的女骑士被闪车，弄着巴士倒地死亡。不过，驶休旅车的查某人认为车祸甲家己无关系，后来离开现场。最后，这女驾驶被依照教导甲过失致人医术等罪行来判刑，搁吊销驾照。其实是那个补习班他停车违停。
停在机车道上。因为那名妇人事发之后认为这件案件与他无关，便径自离开现场，所以警方有将他列为当事人，那依相关的规定将之送办。代志发生伫2年前，店家也有印象讲修路车是安全班的驾驶，迄时阵来接送囡仔，也讲这条路真侪违规并排。警方统计，108年到110年，当地违规停车，一年平均1235件，被判刑的女驾驶犯冤枉，讲事发前5分钟就并排。也据讲被害者甲巴士龙的所在离伊违停也有10公尺，无认为并排甲车祸有关系，决定上诉。他认为他并不知情。那但是后来他的案件被刑事庭已经认定说，他应该是知道这个车祸跟他并排停车的违规有关吗？所以说他是肇事逃逸。民众对伊表示，法官审理了后认定并排违停才是车祸主因，驳回上诉。撤销驾照部分，处分机关本来是撤销驾照，按过依照即马修法了后规定，肇事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经吊销驾照处分超过12年，影响公路主管机关申请考领驾照，所以女驾驶应伫12年后重新考驾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拖到即马已经是第3档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显示，讲全世界患着病人数已经超过4.4600万人，患着病来死亡的人数也必超过600万人了。另外，香港最近一天就增加3万个病例，医疗体系是强要崩盘，这死者遗体也未付处理。医护人员跟一个遗体去火车甩去送去殡仪馆，因为病院的太平间已经不满，有的病院是传出死者遗体放在急诊室。Because there is a rising number of the patients pass away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that's why the hospital have to use up their own mortuary capacity to hold up some of the corpses. 香港疫情失控，6通报大致新增加3.1万例确诊，3月以来死亡人数拢伫200人左右。按过大量遗体已经真做负担，政府赶紧找来殡葬业者协助运送，火葬场也提悬特工的火化量。咁因為現時咧，因為可能積存嘅遺體數量太多啦，佢哋所處理嘅文件亦都積壓得太多。喺真濟個宣布啟動甲病毒共存的時陣，港府的動態清零政策也並未過 Omicron。平均每10萬人就2.29人因為新冠病毒死亡，互香港將做全世界新冠病毒致死率相關的所在。在疫情進入第3年，全球死亡人數也要超過600萬人。新冠疫情爆發了的第7個月，全球有100萬人死亡，4個月了後200萬人死亡，了後每2個月增加100萬人。不過實際死亡人數恐驚關出真濟。The actual excess mortality is something like 21 billion.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undiagnosed deaths that happen at home, undercounting, underreporting because lack of testing, and that's all happening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自疫情爆發以來，南非已經有350萬人確診，死亡人數將要超過10萬人。為初期疫苗欠缺，甲即馬做嘅進度不如預期，政府挃注疫苗嘅政策拄着困境，互有真濟家庭佇這段時間失去所愛人。根據統計，目前南非已經做超過3100萬劑疫苗，代表5成人口完成做疫苗。當局即馬已經漸漸辦理防疫措施，不過依然維持公共場所愛掛喙罨。公司新聞王碧文報道。墨西哥在禮拜的超級卡球聯賽發生球迷暴動，在觀眾區的球迷卻是雄雄拍起來，兩隊人是對內面拍到外口去，上無有26個人受傷。這暴動也影響到卡球比賽不受愛先暫停。這場在墨西哥中部舉行的超級卡球聯賽，由地主隊克雷塔羅對阿德拉斯，想要衛冕的阿德拉斯分數在1-0領先了後，球場邊的球迷雄雄起衝突，雙方唔但互相嗆聲，還佫有人起卡動手，而且破壞護欄。安全人員看情形無對重，是趕緊甲閘門開開，讓其他的觀眾離開現場。想袂到起事的球迷，趁閘門開開的時陣衝入去球場內底，有人拿刀仔甲球門的網仔割互破，有人甲椅仔踢落來當做武器，還佫有人去互規陣的人圍起來拍，是拍甲流血流滴。比賽在62分鐘的時陣全咧凍點，有部分的球員留在現場，可能因莫閣冤家，毋過敢若無啥物作用。根據官方的數據，
这场暴动至少造成26个人受伤，其中有3个人伤了较严重，送病院急救。部分的家属伫病院外口等是真烦恼，甚至艰苦到流目屎。Está golpeado, le quitaron toda su ropa, está descalabrado, está golpeado. Lo tienen en observación, claro, para ver sus órganos que todo se encuentre bien. Es difícil. 代志发生了后，墨西哥超级骹球联赛主席阿瑞奥拉普文表示，伊无法度接受这种暴力的行为，一定会处分相关的人员。也那克雷塔罗州的州长认为，讲警方嘛有责任。Reconozco que pese a ello es evidente que el estado de fuerza pública fue insuficiente y no actuó con la prontitud que se ameritaba. Estamos ya haciendo la investigación correspondiente. 目前墨西哥骹球联赛内部甲警方的调查还阁持续伫进行当中，礼拜所有的比赛嘛拢暂停。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罗西亚拍乌克兰了后，也让世界各国拢伫咧关心台海未来局势，包含着澳洲国防部长在内，各位澳洲的官员拢表示会注意，而且会阻止中国入侵印太地区，也希望中国对罗西亚的战争内面学着教示，若准想要用武力拍台湾，恐惊毋是用想的遐尼简单。乌克兰和俄罗斯入侵引起各国的关心，台海危机，澳洲国防部长杜登接受澳洲广播电台访问的时阵，互人问到，若做台海发生战争，澳洲是毋是有可能提供武器给台湾？杜登表示，澳洲会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国侵犯印太地区。I think we do whatever we can to deter China from acts of aggression in our region, David. Let's be very honest. And the question is, as it is in the Ukraine at the moment, if it's Taiwan, does it just stop there? 澳洲国防部助理部长海斯迪接受澳洲天空新闻访问的时阵表示，澳洲爱准备预防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行动。当地美国访问的澳洲国会情报甲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帕特森接受天空新闻访问的时阵也表示，中国应该为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学着教示，想要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可能比中国较早想的有较复杂。And I hope that the lessons that China is drawing from the difficulties that Putin has encountered in Ukraine is that any plans of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s by force might also be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y have previously thought. 国际关心中国情形，中国军队宣布测试至15要伫南海军事演习。国内学者是分析，俄罗斯因为侵略行动遭受真侪国家经济制裁，中国的经济甲科技发展国际化的程度比俄罗斯较悬。若做俄罗斯换做是中国，安尼影响会更较大。科技跟经济的制裁会有效果。虽然说中国市场大，可是你这高科技哈，你这边会卡脖子以后，你将来可能还可以长胖，但很难长高。高科技跟传统科技这些互通的，你没有高科技的资源，你传统科技也很难发展。另外，《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考虑提供 F-16战机给波兰，做波兰将米格29战机交予乌克兰的补偿。再加上最近所生产的 F-16战机是台湾订的，是毋是有可能先拨予波兰？咱国空军司令部回应报道，只是用药的，美国无这个规划，各项武器装备会照时间、照质量、照预算拨交。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拍乌克兰，这个是咧小战，外界也伫咧检讨着咱台湾的这个兵役制度。时代力量今仔日提出讲，甲这做兵做4个月时间，该登去做兵上无爱做1年。民众党甲国民党拢表示支持。面对罗西亚的入侵，乌克兰的人民做伙起来反抗，捍卫家己的家园。目前台海的情势紧张，同款爱自立自强。不过，咱国4个月军事训练役的制度，从实施以来就一直有争议，防止机讲无法度正做战力。时代力量批评讲，这是错误的募兵政策，点出3个问题，包括少简化地区双臂兵力的兵员无够，要求延长军事训练的役期，征兵制度恢复做1年。从陈水扁到马英九到蔡英文总统，台湾从征兵制走向募兵制，变成现在只有4个月的军事训练，这是一个对的方向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吗？立委讲，就爱拍破做兵是伫浪费性命这种刻板的印象，
全面改革军事训练甲教条的内容，要求朝野党派爱表态。针对这点，国民党甲民众党支持延长役期。民进党认为讲，兵役的制度会当讨论更较快咧，不应该限制伫咧国防的层面，应该考虑国家整体生产力，包括整个台湾的整个人力的结构、就业市场等等如果说因为少子化的影响，然后又继续采行所谓更长时间的这个征兵的话，那会不会排挤到整个国家在生产力的部分？所以它的面向很广，那绝对是一个讨论的议题。那兵役制度有真侪爱检讨的声音，国防体系嘛需要大大来改革。立委建议讲，该女性纳入去多元参与的管道，除了伫咧前线作战、军事知识、救护技术、防灾训练、作战策略，拢需要纳入去国家整体的国防规划。不是只有拿枪的步兵，然后在战场上展现狭隘的体力上的。或是战斗力，包括说军事的知识、救护的这个技术、防灾的训练、作战的策略等等，都应该纳入国家整体的国防规划。现在的各种的军种也有需要各方面不同的人才，我觉得不分性别。乌克兰实施后备军人的调集令，利用休困日做战术的训练。有位认为讲，这值得正做参考。因为中国对台湾唔那是军事手段，全面国防都要透过日常坐解课程，才会当建构人民的防卫意识。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拍乌克兰造成真侪人民走去附近的国家逃命。外交部伫设置成立真济乌克兰专户，5天内就募到3亿。外交部长吴钊燮今日出席捐款记者会，宣布第一批会捐1亿予波兰，即挂来帮助难民的单位，而且对今日开始也开放民众捐物资。用个人的善心捐钱化作爱心，捐予乌克兰难民。乌克兰人民伫战火当中流离失所，引起世界关注，拢伸出援手。台湾也甲乌克兰协作会设置成立救济乌克兰专户，短5天到3亿的善款。外交部长吴钊燮伫捐钱记者会宣布，第一批捐1亿予波兰指定帮助难民的单位。先做第一次的提拨和捐赠，额度为新台币1亿元。大约是美金350万，给占据波兰的乌克兰人，同样受到威权主义压迫的台湾人民，已经受到了鼓舞。在此一时刻，许多台湾人会跟我一样说：“我是乌克兰人。” Each and every dollar counts. This is a test of humanity. Your generosity and solidarity is invaluable. 波兰驻台代表高德瑞指出，这个战事是自战以来上大人道危机，有100万人逃离战乱。感谢台湾捐钱，甲提供17吨医疗物资。剩下善款的用途，吴钊燮表示，斯洛伐克匈牙利拢收留乌克兰难民，是了后捐赠的对象。另外，来自乌克兰野人瑞莎的小弟安多利也感谢台湾的帮衬。I'm really proud of all Taiwanese people who donated to Ukraine. This is very touching, and I'm so happy to be with you guys. 除了捐钱，乌克兰难民真需要生活物资。外交部切切开放捐赠生活医疗物资，第一天就真侪人响应，捐赠医疗喙安、毯啊、酒足啊这些物资。不要等以后来不及还在做，变成别的国家在捐助我们。台湾是不是要接受乌克兰难民？外交部表示，现阶段提供伫台湾的乌克兰学生延长签证，加家属移亲，予乌克兰学生来台读册，要伫研议阶段。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减少歧视性别平等，这女性贵妇会来就是一种天生自然的代志，也要来减少着这学生囡仔买用为贵妇用品的经济负担。台北市政府对今日开始要发予台北市内这各中的查某学生，逐个月会当去到便利商店换200块的贵妇用品。伫超商运动就通甲店员换价值200块的生理用品。初一开始，只要是学籍伫台北市的各种女学生，就有生理用品的补助金。之前买卫生棉都希望妈妈可以陪着。那以后可以自己去。现在可以了。除
除了减一笔费用，学生讲有政策落实，甲同学讲要买卫生棉，嘛较袂解决。市府表示，总共编6000多万的预算，有3万多名的女高中生来受惠，但丢工的期限是2个月，到期佫领新的。上重要是要互学生认识性别平等。这次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希望说，它不再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我们希望孩子从小他们就知道说这件事情是有男女有差异，然后我们希望得到平等。市府表示，进前有试办伫几间学校放卫生棉，成效袂歹，未来会搁编高补助金的做法，是毋是扩大到小学到高中？另外，学生除了到超商印单，嘛通透过师生背台等等的方式来对外，希望买生理用品的需求，袂搁再是女学生的心理负担。记者陈亚文调随台北报道。今仔日有妇女团体和劳工团体去到劳动部头前陈情，是希望讲一般劳工的家庭照顾假应该和军公教同款，是有薪水的。上好是会当对目前的7天增加到14天，来减少到照顾者的压力。就每个家庭来讲，其实如果家人轮番的这个有生病的情况，几乎这个假是不够用的。一般的劳工想要照顾厝内的人，会当请家庭照顾假，不过就惊讲请假请伤济，会妨扣薪水，所以就唔是讲大家人拢敢请。在全国1153万劳工中，大概有1/5，将近231万人，目前已经受到这样子长期照顾压力的。每一年在劳动部统计中，大概有17.8万人因此而改变了工作，而13.3万人因此离职。所以照顾不离职变成一个国家非常迫切的问题。伫性别工作平等法内底，互人请的劳工一年有7天的家庭照顾假，甲入去事假来计算。不过，对劳工请假的规则来看，一年结假这个事假是14天，而且是无付薪水。若厝内的人若是讲有人破病受伤，迄就爱来请假，还佫妨扣钱，甚至讲爱动用着其他的特休，安尼对劳工真不利。所以，妇女甲劳工团体就去劳动部陈情，要求比照军公教，互劳工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还佫爱甲7天甲放连到14天。那我们政府其实都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抚养义务，可是我们的政府却没有发现我们的人民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水深火热底下，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不生？那以后老人没人照顾怎么办？这就是原因啊！但是没有去给一个照顾假的一个劳动职场权益的一个基本保障，涉及到就是劳雇的权益跟这个雇主人力调配，还有财务来源待克服。所以以上这样的诉求，我们可能还是要持续的凝聚一下社会各界的共识，然后持续检讨，审慎的来做一个衡酌。劳动部回应讲，议题牵涉的层面真宽，需要再来讨论，大家来找共识。劳团是呼吁相关部会爱较拍拼，希望讲未来免阁为着家庭照顾假上街头来定钱。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卫福部疾管署上最新的统计，讲已经过了一年拢有上千例的流感的重症，不过伫咧去年只有1例。那肠仔病毒的重症是有史以来竟然是无半例。不过着专家警告讲，这传染病甲地动共款是袂消失的，而且爱特别注意讲明年恐惊会大流行。无论大人囡仔出门拢挂嘴安，不止有防新冠病毒，也有防其他传染病。卫福部疾管署上新统计发现，以前上千例流感重症，去年只有1例。互家长上惊的肠仔病毒重症，去年也第一摆挂零。毛仔甲德国毛仔，各连续2年拢是零确诊。不过有感染科专家警告，传染病甲地动共款袂消失。有讲明年的流感肠仔病毒这疫情，恐惊有一波的大流行。越多年没有流行呢，下一次流行的幅度就会变大。哦，那可是感染症有个不一样是，你可以多打疫苗来解除这个能量。啊，所以如果这个感染症是有疫苗可以打的，那我们就是大家要尽量去打疫苗。因为受疫情影响，民众检查4种癌症的体检的意愿拢真低，有可能成做危机。根据国健署的统计，以2020来看，民众喙癌体检人数比前一年少真多，有2成4。另外，脸癌、大肠癌甲子宫头癌这体检也拢明显下降。特别注意的是，脸癌是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第1例，平均每36分钟就1名妇女得到脸癌。那较早发现，沿降低41%的脸癌死亡率。
乳癌家族史的妇女每2年1次的 X 光摄影检查，筛检的话呢，可以降低41% 的乳癌死亡风险。国健署提醒民众，政府有补助喙癌、大肠癌、咽癌甲子宫头癌的体检，呼吁符合资格民众爱定期做检查，愈早发现治疗效果愈好，也提悬存活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988年去互警方指控掠人讨赎金、搁杀人的邱和顺，到今已经去互关超过33年啊，是目前关上久的。法院伫2011年判邱和顺死刑，不过对民间团体甲律师认为讲，这邱和顺的判决是真侪顶打，一直想办法要替伊洗清冤枉。即阵要学生办展览，要甲伊斗成冤。一字一句写出伫家落来的生活，这是政治大学当咧进行的海王天光33周年特展，展出死刑犯邱和顺的遭遇。其实一直以来的关注，其实就是一直在小的圈子里面。那我们这次举办讲座，也是希望让更多，尤其是政大的师生来知道邱和顺的案子，我们为什么要救援他。邱和顺1988年获警方指控杀害保险员郭昂玉兰，佮甲学生囡仔入证绑票杀害。2011年获法院判死刑确定，不过民间团体、律师、学者等人发现判决有真侪顶打，若无直接证据，伫侦办过程警方佮违法刑求，长期以来咧甲走总救援。即马律师团是要研究，看有可能针对违反公约这点去提起其他的诉讼。是阮认为讲，其实总统府这边应确实是应该尽速啦，愈紧愈好，加特赦。尤皮上表示，这几冬邱和顺的身体甲心理状况愈来愈歹，望总统赶紧直写邱和顺停止对伊的人权侵害。记者杨淑静、曾派文台北报道。2022家己国际艺术纪录影展对3月10日开始，这届有53出国内外的艺术纪录片，其中14出是全世界头一场播送的。有学校加这影展合作做一个放送了后的专题论坛，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影片记录1964年白河大地震发生了后的情况，有迄当阵救灾的情形，嘛有后来大家整理加长的画面。这珍贵影像资料是90多岁纪录片导演罗定波所翕的纪录片，暗示要伫2022家己国际艺术纪录影展来放送。就是要记录这个历史啦，啊，互后代人知讲家己曾经发生过这个重大的灾难。嘛，迄个影像怎啊留起来，互伊去思考啦。除了在地历史影像，这届国际艺术纪录影展计共53出国内外纪录片，其中14出是头摆公开放送。主办单位表示，今年有7个主题，各有专业的讲座，希望民众除了看影片，嘛当了解国外的文化甲艺术。等于在台湾呢，也没有任何影展这么能够表示出一种现代性、艺术性、文化性，还有国际的这个连结跟关联。这个影展为3月12开始，一直到3月27，民选之出。配合影展的讲座，有邀请一寡少年的艺术家做伙参与，希望透过因的分享，让影展的内容有较多元的角度。记者刘慧婷家己报道。高雄左行旧城内面早期有一座旧山，因为日本时代开一条车路，甲旧山分做2边。高雄市政府目前正咧推测旧城建城计划，今年按算要对东门旧城的城壁到旧山，还有连地潭要做一条空中的建城之道，尤其会当行这条步道，体验到旧城的人文甲景致。左营旧城是台湾第一座石城，有将近200年历史。旧城东门的城壁已经修复，北门段佮西门段当咧施工。今年市府嘛按算要沿旧城壁打造一条空中步道，叫做建城之道。路线上是从东门的城内一路往北，经过海光停车场，跨越胜利路，一直衔接大小龟山原来的步道，然后到达北门，总长度有770公尺。那在造型的设计上，我们基本上是希望模拟城墙的高度。这条建城之道，若延续旧城城壁，上重要的是，伫日本时代因为开辟胜利路，甲原地城内底旧山分做2边，骨头甲身体加做小旧山甲大旧山，这样人认为迫害风水，市府希望利用步道，甲旧山的头甲身重新合起来。建成之道
把大小龟山又连接起来，感觉上这个大小龟山又合成一体。那对我们左营莲池潭的观光的促进，还有大小龟山的这个观光我想一定会很大的注意。它见证那么台湾最近300年每一个不同时代的大时代的故事那么这个是它最重要的文化资产。中央地方投入建城计划经费已经有10多亿，初7建城一道开工，按算11月完工，刷落来吧，希望串联3座城门，旧城风貌会当重现。记者邓嘉文、卢伟做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2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1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1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2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2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